咁喺創世記入邊咁樣講，女人嘅被造呢係要成為另一半嘅幫助，希望你遇見我，我都可以成為你嘅幫助，而你亦都可以影響我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咯。經歷咗14年嘅風風雨雨啦，我哋今日終於去到人生另一階段啦。我都相信真係上帝嘅帶領咯，因為如果唔係有神呢，我哋一定唔能夠走到而家咯。咁喺14年裏面啦，我哋去經歷過相隔異地啦，去到挫折啦，又磨合啦，其實都真係好唔容易。但係去到最後，我哋今日都選擇對方啦，堅持啊，不離不棄。今日你個仔好似第一次行船一樣，嗰一幕令到我好深感動。我離開你哋嘅時候，攬住爸爸，行到離開。今日你個仔好似一樣，要去離開你哋，離開屋企，成家立室。但係你個仔已經長大，已經成熟。甚至乎有一個好好嘅老婆喺度照顧我哋，唔需要再擔心我啦。你哋可以嘗試去做自己鍾意做嘅事情。你哋對我所付出嘅一切，銘記於心。冇嘢係可以影響到所有嘅回憶。多謝你哋，我愛你。多謝咧，你哋喺我成長嘅階段入邊啦，將你哋去到擁有嘅一切啦，去成全我啦，滿足我啦，俾我好大嘅自由度啊！即係其實我想嘅咧，你哋都會去支持我咯。即係我話想學琴，你哋支持我；我話想讀設計，你哋支持我。其實可能呢啲嘢大個咗發現冇乜用，但係你哋都支持我去做咯。係啊，咁係你哋將你哋所有嘅俾我啦，養育我啦，栽培我去成長啦。咁今日我都終於大個啦，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，你哋都可以放心啦。